廣場免費入場，約定你。我哋做創科產業嘅，由產品設計研發到生產加工，一直同內地合作無間，互補優勢，共創成果。現在時間係下午6:59。詳細新聞內容：中學文憑試放榜，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包括14男10女，係歷屆最多。佢哋嚟自15間學校。聖保羅男女中學有5名狀元。24名狀元嚟自15間學校，當中有3間第一次誕生狀元，包括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成為學校第一位狀元嘅劉子甜，今日生日先至踏入17歲，因為佢冇讀到小學6年班，直接跳級升讀中一。我調班嗰陣時候係疫情啦，所以我所有嘅課外活動都基本上取消晒。咁就當你有好多時間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去墜入一啲唔係太好嘅習慣啦，包括成日喺度打機啦，喺度睇電話啦，唔知自己喺度做緊啲咩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就想揾一啲額外嘅嘢 challenge 下自己。佢話要早1年面對 DSE 有一定壓力，會善用 AI 幫手溫書。咁有陣時候我會叫 AI 幫我將一啲作文題目。咁有時候實在唔夠時間，甚至乎係啲作文題目，我都可能打一個大概嘅框架落去，叫佢幫我 generate 一啲素材或者 generate 篇文，然後我喺入邊睇下有冇靈感。佢舊年喺威爾斯親雲醫院實習，對精神科有興趣，目標係入讀中大醫科。香港華仁書院嘅狀元鄭子賢係特殊教育需要考生，佢有嚴重視障，只係得返大約1成視力。絕對係一個好大嘅驚喜嚟嘅。咁我相信即係呢一個嘅成就，亦都係能夠去即係證明到，當然就係唔同人嘅支持嘅一啲努力嘅成果啦。咁而更多亦都係表達咗就係即係就算係可能係一啲嘅有視障啊，或者有其他即係可能身體上面有困難嘅學生咧，都唔代表佢哋唔能夠去達成到佢哋目標嘅。佢小一開始加入深光學校嘅視障學童支援計劃，並透過深光獲得工作實習機會，成為大律師助理實習生。未來計劃入讀香港大學嘅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與法學士雙學士課程。我相信香港嘅嘅法律制度，我相信法律呢樣嘢係能夠帶嚟一個平等，係能夠帶俾一啲嘅即係人一啲嘅機會啦。我係真係相信我可以係透過就係自己嘅學習啦，同埋以後去從事相關嘅工作咧，能夠去即係幫助到維持香港嗰個嘅法律嘅系統啦，同埋就係去確保社會嘅公平性嘅。今年文憑試誕生最多狀元嘅學校係聖保羅男女中學，一共有5個狀元，其中3個係超級狀元，即係考獲6科5星星，公民科達標，同埋數學延伸部分考獲5星星。同屬傳統名校嘅皇仁書院誕生2名狀元同1名超級狀元，拔萃女書院亦都誕生2名狀元。佢哋大部分都係以入讀醫科為目標。我見到身邊好多朋友啊，其實都可能面對好多情緒嘅困擾同埋情緒嘅疾病。咁
當其時咧，其實我係唔係好識點樣去安慰佢哋啦，點樣去支持佢哋啦。咁但係我希望咧，以後上大學讀咗 medicine 之後咧，我希望真係有一個方法去帶到俾佢哋嗰個支援。我出世之後嘅第二日，我就入咗呢個伊利沙伯醫院嘅深切治療部啦，所以我就好明白到其實一個醫生佢唔單止係可以拯救我嘅生命啦，佢仲可以俾翻希望我同埋我嘅屋企人啦。今屆文憑試一共有24個狀元，係歷屆最多，其中有11人係超級狀元。香港電台記者廖瑩雪報導。有考生話已經盡全力應考，唔擔心出路。亦有成績未如理想嘅考生話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分數入讀心儀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迎接屬於自己嘅新旅程。放榜大日子，學生返到闊別幾個月嘅學校，領取中學生涯最後一張成績表。有人情緒激動，需要老師陪伴。20分左右，都即係啱啱好入到大學門檻以上。成績滿唔滿意啊？即係比自己想像中嘅還好，但係係咯，就係差英文科咁樣咯。係會覺得有啲可惜嘅，但係博盡無悔咁就得咯。我覺得就即係自己有努力過，自己即係對得起自己就得啦。達標咯，即係高過自己預期，全部都係2咯，達到標。你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係咩課程？我係報咗資訊科技，因為而家啲人工智能咁興，如果呢一條路搭到上去嘅話，可能可以做到更加好嘅，例如一啲 AI 啊，可以做即係幫下人咯。例如而家啲老人家都係開始用手機，但係又唔係好識用。亦都有人唔滿意成績，表明會複核部分科目。其實今次成績就唔係幾符合預期啦。本身其實預期嘅成績都再高2-3分咁樣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幾失手下，即係原本有升變咗冇升，或者可能原本2粒星變咗得翻1粒星咁樣咯。其實經濟原本就可能預有2粒星嘅，咁但係而家變咗1粒星啦。咁ICT 同埋會計其實都預有5星嘅，但係其實而家都少咗2粒星啦。英文其實原本都預有4，但係而家得翻3，所以其實整體嚟講成績都考得唔係幾好。亦都有唔同職業機構代表喺學校入面即場解答考生疑問。今年有大約43000幾個日校考生，超過17000幾人考獲332A22嘅8大一般最低收生要求。而今年資助大學學士學額有大約15000個，即係大約1.18人爭1個學位。考生攞到成績之後，可以喺聽日至到星期六去到大學聯招網站修改課程選擇，遴選結果下個月5號公佈。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朝早去到慈雲山一間中學為考生打氣。最佳成績嘅同學呢嘅人數呢，亦都係比往年歷屆亦都係高。咁我哋都見到咧呢一個即係同學好努力得到呢一個嘅成果。當然啦，我哋去睇咧呢一個成果係即係當然見到同學嘅努力之餘呢，我哋都逐步見到呢，我哋嗰個高中課程嘅優化呢嘅成效，亦都逐步係能夠突顯出嚟。咁所以呢，喺呢個我哋呢亦都係即係祝賀所有嘅同學啦。佢又話：今年嘅學位同副學士課程以及其他專上教育機會加起嚟有5萬幾個學額，選擇多元，相信學生總會揾到屬於同埋適合自己嘅出路。香港電台記者鄧君柔報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喺立法會首讀同二讀。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政府有責任喺今個月內完成立法，並確保整體運作暢順下開通重建後嘅皇崗口岸。主席，立法會首讀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國務院已經同意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由7月31號零時起啟用，並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又定明港方口岸區嘅範圍。喺獲得中央授權之後，特區政府需要進行本地立法，為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嘅安排提供法律基礎。為咗確保中央嘅授權得以及時落實，特區政府呢係有責任喺7月31號之前呢
係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令我哋可以咧喺港方口岸區成立嘅時間，依照特區法例實施管轄。除咗爭取立法會早日通過條例草案，以落實一地兩檢嘅安排之外咧，我哋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嘅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咧係多項嘅附屬法例。我哋好感謝立法會嘅主席同埋內務委員會嘅主席係同意喺聽日咧係加開內務委員會嘅會議。鄧炳強喺會後見記者嘅時候透露，安排咗多場簡介會，協助議員理解相關立法文件，又強調會跟足所有程序，同立法會議員充分討論。雖然我哋今次呢個條例呢係大體上係同之前呢個係深圳灣口岸呢係相若嘅，亦都係好多係技術性嘅，但係我哋呢